主后2022年8月初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望蒙恩的日子来临。圣经提多书第2章，咱要对第1节来做伙读到15节。总是你的教导着符合健全的教义，着劝老人爱节制，有好品格，守己，着有健全的信心、疼心甲耐心。你嘛着安尼劝老妇人人行为谨慎，毋通讲人的是非，毋通做酒的奴才，着用好模范教示人，才通教示少年妇人人疼丈夫，甲疼囝儿。搁着守己、贞洁、贤理家、亲切、顺服丈夫，上帝道理才袂受诽谤。亲像安尼，你嘛着劝少年查甫人守己。你家己凡事着有好行为，做好模范，诚恳稳重教示人。言辞端正，无通指责。互反对的人无通讲咱的歹话，家己煞感觉见笑。做奴隶着顺服因的主人，事事互因欢喜，毋通应喙应舌，毋通偷摕，着事事忠实良善，互咱的救主上帝教示，伫逐方面拢较有光彩。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伊的恩典要拯救全人类，训练咱去杀无敬虔的生活，甲俗世的欲望，伫现今的时代过守己、正直、甲敬虔的生活。听候迄个充满福气的望，就是至尊的上帝以及咱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。基督为着咱献家己，是要救赎咱脱离一切的罪恶，互咱成做伊纯洁的子民，归属伊，热心做好事。这个事你着讲，着劝勉，充分运用职权、责备人，毋通互人看轻。以上，望蒙恩的日子来临。基督徒的生活毋是一种乌托邦的生活，仿佛来加入教会，有信仰就会当活出甲社会无同、完全理想的生活。实际上，信仰生活甲社会是分袂开的。唯一无同的是，基督徒爱伫生活中努力活出上帝恩典的记号。咱相信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拯救咱，总是咱若甲信仰甲生活分开，那阵是咧讲伊的救恩甲咱的性命无关系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保罗提醒老大人、老妇人人、少年的妇人人、少年人含做奴仆的，伫生活中爱有好品格。诚做好模范，贤款待人，讲话合宜，无互人批评的所在顶。有的提醒检测甲现代人的观念有无共，总是着亲像咱伫今仔日正来行出当代认同的好行为。这个提醒确实互当时的基督徒言行会当谨慎，互因无论任何年龄层、性别，或者是伫社会角色怎样，拢会当负起着爱有的责任，诚做基督的见证者。都亲像保罗对提多的劝勉，训练咱去杀无敬虔的生活甲俗世的欲望，伫现今的时代过守己、正直。甲敬虔的生活，听候迄个
充满福气的愿望。当咱过着守纪、正直、甲敬虔的生活，就有份伫得到的救恩。对保罗来讲，基督徒伫世间的生活是享受救赎恩典的来临的时刻，佮愿望基督再临蒙恩的日临到。所以，咱的好行为和敬虔，毋是为着要得到搁较侪的恩典，是要活出甲恩典相符合的行为，等待迄蒙恩的日子来临。过去，台湾基督长教会的信仰前辈，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，拢愿意挺身出来，坚持对的代志，伫日常生活也拢言行谨慎，期待家己的生活无互上帝的名见笑。这个拢毋是为着想要得到搁较侪的恩典，是伫得到救赎恩典了后，期待家己的生活会通甲所得到恩典相符合。因伫面对别人谈论家己的好所行的时，也无骄傲自私，独独将一切荣光归乎上帝。这提醒咱，任何甲恩典相符合的行为，拢是出自上帝的恩典，互咱透过这行为等待基督再临，盼望迄个蒙恩的日来临。所以，毋通掠做得到耶稣救赎恩典了后，咱通啥物拢毋做，还继续活伫罪恶的日子。颠倒，咱反倒着因为即个恩典活出守纪、正直和敬虔的生活，通互咱的性命会通见证基督的救恩，互咱救主的福音搁较受人尊重。毋通掠做基督徒的生活，通甲社会完全分开。其实，咱心知肚明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默想，我伫社会、家庭的角色是甚物？我怎样伫这个角色中间见证基督给我的恩典？我伫社会、家庭的角色是甚物？我怎样伫这个角色见证基督给我的恩典？来祈祷，恩典满满的上帝，求你坚固我的心，互我伫生活中各种角色，拢会通展现出甲基督十字架的恩典相符合的行为，通荣光你的名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